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贏到開晒項嘅 CT 啊！上個禮拜因為場地關係咁啊，中途腰斬啊，跑少咗2場馬。咁啊，去到週中咧，亦都因為打風嘅關係咧，取消埋禮拜3嘅賽事。咁所以咧，中間咧就隔咗成個禮拜都冇馬跑。不過咧，今期就補翻俾大家啦。咁啊，總共咧有11場啦，喺沙田嗰度會上演嘅。咁啊，頭場就係12:45開跑，而中間咧2點40分咧都有一場咧轉播日本短途馬錦標賽事啊！我哋嘅香港馬啦，金鑽貴人亦都會喺遠征喺嗰邊啊！咁所以咧，到時記得同金鑽貴人打氣啊！記得上個禮拜咧喺呢度同大家講，喂，嗰日啊賽咧啲馬咧唔錯噶喎，有機會咧可以睺下啲練馬師王咁樣啦。咁啊結果咧喺腰斬之前咧，佢攞到1 win 3個位置啊！咁啊領先緊喺練馬師王嗰度啊！咁啊因為腰斬咗賽事啦，咁啊賽事啊取消咗咁樣，咪退翻錢俾大家。咁啊，時間1個禮拜，嚟緊禮拜日咧，其實阿賽嗰手馬都唔差㗎。不過要同大家講嘅係咩咧？呢個馬房今季咧一啲嘅模式咧有少少唔同喎。啊，以往阿賽咧就喺季初度慢熱啲啦，出馬又少啲咁樣啦，咁啊所以成績麻麻地。但係今季咧，佢由開季至而家咧，經常咧都出幾多馬嘅，可能有時出8隻、10隻、10幾隻都試過咁樣嘅。而且最大嘅分別係咩咧？啊，冷就好過熱嘅。咁啊，由開季至而家咧，佢有2個冠軍啦，另外有6個 pace 啦，全部咧都唔係熱門嘅，最熱嗰隻咧已經係9倍幾嘅太精神嘅啦。咁啊，其餘嗰2個 win 嗰啲咧都係10幾20倍開外咁樣嘅。咁所以大家暫時嚟講呢一刻啊，要捧下賽啲馬咧，不妨啦睺一啲冷門有啲分頭嘅馬啦。咁至於我哋大哥潘頓咧，已經連續2期咧冇贏過馬食白果㗎啦。咁啊，今期咧不過佢就幾勤力喎，就出足11場啦。咁而且咧佢嗰手馬都幾強嘅，咁包括一啲新勝馬啦，桃花多啦。咁另外泥地嗰場天天灑落咧係一隻咧泥地好有速度嘅馬啦。咁仲有一隻咧第5場嘅初出嘅包裝戰將咧，呢啲馬咧都已經係好受關注嘅。咁另外啲小鳥天堂或者尾場嗰隻嘅美麗星神呢啲咧，都係咧一啲真勝馬嚟。咁相信咧今期咧應該就會贏翻馬㗎啦，大哥。咁啊有機會咧贏翻騎師王又好，或者你係佢 fans 嘅話，都值得咧可以係追捧嘅。咁至於今期我嘅心水推介咧，都係揾翻阿賽啲馬，而且相信都會有啲分頭嘅，就係7場2號嘅魅力寶區啊！嗱，呢隻魅力寶區而家7歲啦，可能會俾人嘅感覺就係話會唔會開始老退啦嚇？尤其上季啦，跑過好多場都係贏唔到，得個近字咁樣。但係關鍵咧，其實係在於佢減緊分啊！由於佢前季好成績啊，贏2班賽，咁令到佢嘅評分咧去到佢個高位啊。咁阿賽好清楚呢隻馬嗰個能力啊係點樣啊。咁所以咧上季尤其季中開始咧已經部署減分啊，不停咧跑一啲泥地賽事啦、谷草賽事，總之唔係一啲佢耍家嘅路程，跟住慢慢咁樣去減分，落到去3班之後咧，咁啊因為要孭重磅啦，咁所以再減啲，咁去到季尾啦，終於減夠分，唔使喺3班孭重磅嘅時候咧，蔡約翰即刻安排呢隻馬翻去佢最擅長嘅田草1000米嗰度，立即咧連續3場喺呢個路程嗰度咧入3甲嘅，其中有2場咧即係輸啲嘅咋啊！如果好運啲嘅話咧，已經係有頭馬交代㗎啦嚇。嗱，包括係田草殺科日咧，咁啊一早咬住啲2、3位，嗰日啊跟得幾急㗎，步速好快嘅。咁佢喺蝕咗一啲嘅步速形勢之下咧，末段咧一度係透出咗嘅，只係咧臨門嘅時候咧，俾嗰啲後追嘅星月飛雲啦，同埋小鳥天堂咧冚過咗，啱啱輸短馬頭位得個第3嘅啫。嗱，魅力寶區咧同呢隻雀仔小鳥天堂好有緣嘅，今次再度同場啦，兩者嘅磅位差距咧就由要讓7磅咧縮窄至只係讓3磅嘅啫。咁啊，魅力寶區啦，今季已經係熱咗場身嘅啦。今次有個內檔跑法，亦都主動啲嘅話咧，有權可以反先嘅。咁再者啦，嗱，小鳥天堂咧一定係呢場嘅大熱門嚟㗎，因為咧轉咗用阿潘頓啊嘛，熱上加熱嘅。咁啊，博彩嘅嘢梗係啦，要博一啲有分頭㗎啦。咁而且正如頭先所講啦，阿賽咧今季有分頭嘅馬嘅成績咧會比較好啲添啊，咁所以不妨一搏咧1 win 3 pay，搏一搏7場2號嘅魅力寶區。配腳方面啦，咁啊都要揀翻呢隻4號嘅小鳥天堂先嘅，咁啊2出2勝之後咧已經成為咗一啲明星馬咁樣啦。前一仗咁啊中段咧因為隻馬搶口啊，咁啊可能咧影響咗少少嘅情緒啊，跑唔出佢應有水準。到上一場即係頭先睇片啦嚇，魅力寶區同場嗰條片咧，
咁啊個直路早段咧一路俾人困住啊，完全係冇位嘅。咁去到末段啦，真係一打開隻馬砰咁衝上嚟咁啊，好勁嘅。咁但係咧就有啲唔好彩啦，就最終都係追唔到嗰隻星月飛雲咁樣跑到第2嘅。照正路咧嗰場應該贏嘅。咁啊之前就係霍雲星啦，咁佢跑啦4場都係咁，就係可能咧因為呢啲原因啊，今次咧博輸咗之後啊，阿大哥潘頓一聲唔該就攞咗嚟騎。咁啊，阿大哥同伊健彩衣以前都有淵源㗎啦，啲小橋流水啦，好好成績嘅同主馬。咁啊，今次揾翻佢騎嘅話咧，咁啊通常咧都應該有交代嘅，只不過真係一定好熱㗎啦，可能未必有2倍添啊，可能1點幾倍咁樣就唔出奇㗎。不過呢匹馬始終咧都有個陣上有啲甩咳嘅，尤其是咧呢場馬咧。照計冇乜步速嘅，有機會慢步速嘅時候，佢會唔會又搶口咧中段？嗱，呢個係有少少疑問嘅。咁如果太熱嘅話咧，就真係唔係太值博，寧願愣住佢算啦嚇。咁啊，唔好話佢贏唔到啦。有時睇跑啲2-3-3嘅話，變咗啲2重彩啊、3重彩甚至4重彩咧都會好分。咁啊，寧願愣住佢搏佢咧扭歪少少咁樣。咁啊，第一隻配腳愛翻佢先。咁跟住要講嘅就係10號嘅佛亮老窩啦。上季呢隻馬嘅主力都係喺啲法活谷度跑啦。咁啊，早期啲1200嗰度咧上過下名咁樣，咁但係咧搏嚟搏去咧都係爭啲贏唔到咁樣，咁啊次次咧都係熱門而輸嘅。去到季尾啦，上去呢啲1650嗰度試下都係唔得效果一般。咁啊隔咗個暑假之後咧，咦告東尼好似揾到一啲嘅招數咯喎！上一次咧季內初出啦，幫佢咧戴住個眼罩第一次戴嘅啫。咁啊沿途咧留喺啲尾搭後邊咁啊直路嗰度咧爆一段上嚟，結果咧追翻個第3，走勢唔錯嘅有啲唔同啊。咁啊今次啦轉翻過嚟田草啦。有直路長啲啦，或者闊少少啦，冇咩啱佢衝咧。咁再者，今期咧告東尼啲馬唔錯嘅，譬如有嗰隻啦，新勝馬啦同樣美麗呢啲咧佈住咗喺度，會唔會告東尼咧都係一啲出擊日咧咁樣？咁加上呢隻馬始終咧都係未人要交代啊嘛，鬥志方面會好啲咁樣。咁所以咧撚埋呢隻啦，佛亮老窩嘅。正如我頭先所講咧，呢場咧未必有好快步速嘅。放頭馬可能係3號嘅海船星啦，8號嘅12神將咁樣啦，但係就算放到佢啦，呢兩隻都未必咧會放得好快咁樣嘅。咁啊，所以關鍵在於一啲騎師喺開閘之後咧，有冇咁積極咧擺翻前面走。如果肯咁做嘅話咧，有機會咧賺到啲步速形勢嘅。咁既然係咁嘅話咧，我揀一啲輕磅馬啦，譬如咧12號嗰隻啦，光年情長啊，嗱呢匹馬咧。喺上季新馬賽度跑過2場，一個第一，一個第2。贏嗰場咧就蝕住喺啲中後搭嗰度，喺裏邊咧爆上嚟贏嘅。咁啊第2場咧孭住個重磅之下咧，跟翻前啲咁樣去走咧，哇臨尾咧一步一步咁樣攬上嚟，越追越近嘅。呢隻馬幾好鬥心嘅。咁啊3歲仔北半球添啊，仲要係咁啊潛力方面咧一定係仲未即係展露晒出嚟㗎啦。我信佢咧呢匹馬係有機會咧，即係可以3班企得穩嘅。咁啊買一個際遇嘅啫，就係12檔。騎師蔡明紹會唔會一出閘咧可以擺喺前面走係呢樣嘢啫，因為信呢隻馬都到時咧有啲分頭咁樣嘅，佢肯咁樣擺喺前面嘅話咧，佢會有3搭機會咁，所以我就問呢隻啦，12號光年情長。其實仲有唔少嘅邊線馬，譬如7號嗰隻魅影歌飛啦，咁喺賽績上邊咧隻馬幾準嘅，咁啊亦都跑法咧好機動，喺後追又得，擺喺前面走又得咁樣。咁啊今次咧就有少少配備變動啦。第一次帶個磅嚟帶俾佢，咁啊你話係咪好咧？未知，因為馬房咧個初次磅嚟嘅數據就一般般啦，唔算話好突出。咁同埋今次就換阿田泰安啦，咁啊田泰安咧今季個整體表現咧，我就自己覺得都係麻麻地爭啲咁我係擔心少少呢啲嘢啫。咁呢隻馬到時咧睇下啲賠率啦，如果硬淨嘅甚至落飛嘅話，你就撚埋佢咯。我自己係介乎喺啲5、6選之間咁樣咯。另外仲有一隻馬我想講嘅就係初出嗰隻啦，5號嘅99維星啊，咁睇過佢喺外地咧嗰啲片段啦，哇！啲後勁都幾犀利喎，佢又係引埋爆一段上嚟啦，跟住咧衝一段咧好好走勢咁樣嘅。咁其實佢啲大閘啊喺香港啲大閘咧都唔差表現嘅，咁只不過咧今次除咗11檔啦會被動啲之外咧，就係阿賀賢咧初出嗰啲 PP 啊，即係自購馬咧初出啲成績咧就向來都一般般咁樣。咁啊，睇下個形勢係點樣啦，我就暫時抱住一個觀察嘅態度。咁啊，同樣啦，如果臨場又係平房咁落飛嘅話，尤其是呢個馬房啊，賀賢咧好多時有飛到馬度咁樣嘅。咁啊，初步睇呢隻馬唔會太差質素㗎，我相信。咁可以睇下佢臨場，尤其是情緒啦，初出馬
都好講啲臨場嗰個會唔會受環境影響咁樣啦。咁呢隻馬可以睇住佢睇下走勢咁樣啦。咁總結今次我嘅 Q 位置 Q 推介啦，就係7場2號嘅魅力寶區做膽啦，拖4號嘅小鳥天堂、10號佛亮老窩同12號嘅光年情長咧。講完我今期嘅重心推介之後咧，輪到我嘅好拍檔 Dorothy 以動物傳心嘅角度咧睇睇啲馬仔晨操嘅狀況係點。Hello， 又係我 Dorothy 啊！今日同大家睇嘅呢就係第8場嘅晨操。咁而家呢就睇9月22號嘅粵進歡欣，咁佢都 fit 嘅隻馬，同埋佢都跑得幾好，個狀態唔錯喺從化嗰日。咁9月25號呢，粵進歡欣跑得仲靚咗啲添，咁但係就慢腳嘅，可能就等佢操 fit 啲啦，即係唔好睇等佢太急。另外而家我哋就開始睇合夥奔馳啦，合夥奔馳就都好快喎，比粵進歡欣跑得仲要快。呢個係9月22號嘅，9月26號呢，有加速嘅隻馬。合夥奔馳，哇，好靚啊！比粵進歡欣好啲，仲要靚，即係靚仔啲啊！好啦，跟住就睇手機標霸，9月22號，手機標霸就腳跑到已經冇影噶啦。咁睇下佢9月26號跑成點先。9月26號呢就冇9月22號跑得咁精彩嘅，但係後尾呢，後來佢都跑得好快啊，冇影啊隻腳。跟住就嚟到睇維港智能啦，哇，出晒汗啦！9月26號可能太熱啦，咁助手都幫佢騎嘅，但係就唔覺得佢太靚啫。咁跟住就睇呢隻叫智取神區，神區今日就個影唔係太靚喎。9月26號就肯標嘅，一放到底嗰啲就跑得好快嘅。咁輪到呢就睇呢個包裝天象，咁都係9月22號都係俾佢試跑啦，自己喺度跑啦。咁就4隻腳唔係話太快啫喎。咁睇下佢9月26號依然係唔快嘅，慢慢彈跳彈跳咁樣。咁一陣間就要嗰日再臨場睇下佢個沙圈狀況啦，即係行圈狀況。好，輪到睇陽光勇士，陽光勇士9月15號就純粹好似嬉戲咁，佢自己喺度彈下彈下咁跑嘅啫，就冇話特別去加速。咁9月25號都依然係 keep 住彈下彈下咁樣去嘅，咁暫時就好似冇乜太大嘅優勢啦。咁跟住呢就睇竹園，哇，竹園好快啊，簡直嘭嘭聲咁去啊，都見唔到隻腳嗰個影啊，係睇唔到嗰4隻腳啊，所以竹園呢都係靚馬一隻。咁9月26號呢，話依然衝啊，竹園好有奮發心啊！咁嗰日要睇下佢嗰個行圈動態會唔會係 Sure Win 嗰隻啦。另外嚟緊就睇呢個球星，9月16號喺從化，咁啊好輕鬆啊，又係彈下彈下，跟住就開始加速啦。喺陽光嗰邊就向住陽光嗰邊走。9月23號呢都係慢速嘅，咁到最尾呢開始嚟了啦，發力加速，咁就睇下到時嗰個狀態點啦。嚟緊呢隻就係開心寶寶，哇！開心寶寶名副其實好開心啊，跑到擘大個口依起棚牙咁樣去跑啊。2日嗰個操練呢都非常好嘅，咁我諗我都幾中意開心寶寶呢隻馬，同埋即係話竹園嗰隻有得練啊，佢2隻。咁跟住就睇和平波啦，和平波略為好似肥咗啲啦而家，咁同埋呢一日就睇條馬尾呢就跑得好快嘅，佢係
直咁樣飆過去嘅，但係就要睇下嗰日行沙圈個狀態。跟住又睇下光年魅力，光年魅力都好快啊，但係個碼頭呢就略嫌錯咗啲。咁我諗要睇翻嗰日佢點樣跑法啦，行沙圈。跟住嚟緊啊，睇左手邊嗰隻玩笑，玩笑好肥啊，肥嘟嘟咁。咁我諗我都唔會揀玩笑啦。咁另外玩笑呢一日9月26號都係略嫌慢咗啲啊。咁所以我就未必揀玩笑啦。咁跟住呢，就睇呢隻叫但求開心，但求開心，冇開心寶寶咁靚咯。咁我都要睇嗰日沙圈佢點樣跑。9月25號呢，咁佢都流晒汗啊，好熱啊，咁跑到出晒汗嘅，睇下到期時沙圈佢哋嘅表現係點啦。咁我今日第8場嘅心水係咩呢？首先就係祝願開心寶寶、合夥奔馳同手機標靶。咁當然啦，職場嘅動態非常之緊要嘅。想知道我哋各位主持臨場有啲咩獨家心水嘅話，記得成為我哋嘅贏到開晒行付費會員啦。